分批来做的，是爱安怎了解讲，欲爱淡，因为伊会干扰咱会干扰咱的心，所以真爱去想办法啦，想办法甲头拄仔迄前提讲，迄个坎的迄，咱迄点去坎的，爱去甲过掉，坎甲掀起来就对啦，吼。这个药吼足厉害的呢，咱想是要需要，还是要想要？啊，秦始皇已经吞并六国啊，伊还阁要找一个忠心不能忘，吼。爱和珅哦，迄个和珅咱电视拢有看过连续剧，伊已经有八人哦，8年哦，伊还阁要贪啊，贪迄个真相，人个军的哦，伊嘛是要阁贪，所以人家咧讲哦，咱人心不足，啊，这蛇吞象，迄蛇阿妈睏着细细个，要吞一只象，比如就是讲，这要阁较济啦，所以有一种水吼，这个药敢若像水安尼啊，像海水，哪啉哪喙干，哪食哪喙干，会安尼袂？啊嘛，因为药哦，无穷的欲望，像迄一个野火，烧伤家己，搁烧向全世界，会安尼袂？这个欲哦，是安怎叫做欲？欲就是要爱嘛，道德经迄个12章，就安尼讲的，讲地明天籁，令人心惶惶。驰骋天累，令人心惶惶。就是讲，迄目标去爱着啊，去想，迄心就袂清净啊。所以是安怎讲袂清净？因为迄清净经咧讲啊，人的心本来清净，但是呢，以诱牵之啊。本来咱是清清净净，但是这个猫足厉害的呢，要安怎见所欲？我知影迄毋好诶，就爱怎咱的本性请出来，迄毋通做啊！即摆袂听头壳的话，听你什么？听本性的话，灵的话，灵甲业识甲头脑在对话，伊两个对话。讲以后我若叫你毋通做，你就毋做；毋通看的，无适合看，你就毋通看。毋通抢欲家即个身躯啊！咱有时会抢欲咧，迄明明衫都足济啊，都敢若减钱咧啊！但是呢，我有感受啊，人60岁、70岁，敢若健康就好啦。我也是感觉讲，去成员山爱去佛堂，就是来佛堂啊，就是咱即仔白色即仔旗袍式。感觉上水上重要，我的感受啦，毋知各位浅显感觉安怎？就是白色的，甲乌的爱孔的，较济，拢是白色的衫较济。当然呢，我咧比喻的是讲，看咱的心，其实真正需要的，其实无济啦，拢心肝想要爱啦，拢心肝想要爱。嘛，因为安尼哦，咱毋看安尼哦，就是因为想要较济无形中，慢慢在甲咱腐蚀咱的心灵，会安尼啊，真正会安尼。咱拢知影，互遐即句，你是在做运动看着，人咧练社会的时阵甲花嘛较重的，意思较轻的，较无遐热。就会健康，情若重，人就会自在；心若重，人就清爽寡欲，人自由。哇，足水的呢，真的呢。但是因为人就是咧偏执，有一个呢，伫风中内面做读书啊，爱着会若咧煮食，会若咧切菜，就哼着小曲啊，就伫遐唱歌啦。这个皇帝啊，有一天啊，伊安尼忽然间行去到厨房，伊就看到这个图书，图书伊咧唱歌，乐在其中，伊无看到皇帝
伊的天鹅当中啊，吼，啊，即摆伊看笑了，伊就甲伊问讲：哦，我啊，啊，你哪会遮快乐啦？伊讲是啊，啊，我着做安尼哦，阮的某囝，我若趁的钱会当互阮一家富足，我着足感恩、足欢喜啊！啊，这个皇帝伊着安尼想，我啥物拢无欠，地位啊，吼，骄傲自尊，我啥物拢无欠，逐个拢安尼甲我安尼左拥右抱，逐个拢安尼甲我足恭敬的、足恭维的。我着啥物拢无欠嘛，是安怎我阁袂当得到快乐啊？啊，结果呢，伊着甲伊的丞相讲伊即个心情，甲看着即个图书啊，伊讲啊，讲皇上，我甲你讲，吼，你互我呢99个金币互我，安尼你着知影，伊着真啊甲迄图书。迄地的金币甲放在咧图书因兜的门骹口，啊，图书下班转去呢，看着一个地啊，拍开看，惊一个惊喜，哦，99个，伊就开始算啊，开始算即个99个，算一届搁一届，人讲若算到要天光嘛是去99个。啊，算到要天光，伊是毋是迄暝就困无好啊？吼，困无好啊，明仔载去上班呢，有诶哼小曲儿啊，要笑啊！啊，这因为会观察嘛，啊，这个丞相就来讲，他已经是99金币的一族了，已经入这个族啊，所以袂笑啊。咱想，人就是不知足呢。毋只有迄个讲吼，捡到一尊的金罗汉，头仔是欢喜无偌久尔，开始烦恼，啊17尊伫倒位？吼，就是因为欲无当，这要搁较济，啊毋只而且咧艰苦，所以咱甲看哦，钱咱幸福因，我安尼慢慢体会啦。佛菩萨因的成就，就是讲因的心力，毋是用于即个生活之物、即个地位啦、钱财，即个有的没有的。吼，咱家像世尊，迄无讲啊，人爱，以后就是做国王的啊。啊，咱想观世音菩萨，迄第三个公主，人因爸爸就是希望伊招驸马的啊。啊，咱孔夫子。伊讲富贵如浮云，吼，啊，等了富贵，敢若像咧等了一个歹鞋仔，吼，互我一直高兴呢。即个积物、积心物、积，佛家叫做戒，积就是要甲咱杀，啊，欲就是安那，我没有的，欲就是我没有的。我头拄仔讲，低频颠咱人心我讲。咱得钱吼，令人幸福。咱得袂叫咱爱呢？会安尼袂？啊，佛菩萨因的成就，佛菩萨讲，咱足爱，因要等讨觉，吼，咱足爱，因要等讨觉啦，吼，因呢，因有诶要等讨觉，啊，咱因要等讨觉啦，咱想要得到，所以无怪讲众生颠倒呢。吼，因此，咱想要积，毋是干那财富尔，包括情，吼，有的没有的，世间一切，所以咱会知影下前人嘛，下前人，迄种求得了尔，就开始要甲即个鸦片改掉呢。我真有看到咧食鸦片呢，咧发作的时阵呢。发作的时阵是吼，目屎流、鼻哥流啊，足痛苦的呢。迄个咱隔壁已经搬走啊。你真正若咧发作的时阵，入亲附近呢，掠铁拄仔讲因爸爸，即个鼻梁因爸爸佫叫警察。啊，我毋知影讲食毒会遐严重，讲安尼痛甲揪甲伫迄椅仔骹落呢。讲只要就是要甲讨钱，要去买毒啦。啊，咱想下前人哦，
要甲家己闻了道、求了道，这叫对自心当中叫做觉醒如来，怎么觉醒？怎么唤醒？伊自心能够灵性互我尔，伊要改变，改变，要讲叫做痛改前非，要改变会艰苦咧。呢，迄话讲食素食，敢若讲吼，该食素食清口，连暗时眠梦都会讲眠梦食着错的个。眠梦啦，毋是只迄个挂界啊，眠梦哦，意思讲，敢若要改变咧，这个业绩当中，自心呢，咱想要改变，一定离开这个舒适圈嘛。本来困到10点，即摆看5点要起来看艰苦的。本来住到遮做舒适，从要去活人，住迄个电酷酷的，我讲吼，较早点人师讲咧，迄讲起是有哪爱忏悔啦，讲，点人师慈悲，敢会当热天莫去别人。因为互我呢去，干来3个月拢像咧生肥啊安尼啦。咱日春吼，安尼恁去开咧，找到天光咧，食饭嘛爱找恁去呢。吼去困咧变成电酷酷，互我啦，干来讲吼，跟他躺下去，那个感觉就是说，真的很美好。安尼咱想，但是透过修法慢慢来讲，安尼咱嘛足自私呢吼。热甲叫莫叫咱去，安尼咱不是讲热甲叫别人去，安尼是毋是咱足自私？咱咧讲但愿众生你离苦鬼，就叫求安乐，咱了切我。当然呢，即嘛是有咧去眠床嘛，困袂，当然就是无咱台湾的舒适啊，跟咱讲的水平不一样嘛。但是因的心呢，因修学的真是互我拢讲，毋是去靠的方去学习。因有可能要来参班，互我安尼真甲主题领了来遮就讲，因要参班有可能骑脚踏车，骑60分钟来回的迄个啥，伊一工骑180分钟啦，靠一车来参班来回安尼有时佫无食饭等开班了要食饭到暗时9点一群拢伫遐要食呢，互我拢想讲配安尼食安尼呐，因为生活水平就是那样咱无法度供应像咱台湾安尼什么几道菜没有，因为要永续的经营，着爱看遐水平安怎，看遐经济安怎来安怎，也免佫特别安怎。毋过，互我伫咧内心会感觉很赞叹他们呢。迄无食饭照常来听班，爱精神嘛特别好，很用心。像互我搁捌一摆有一个66岁伊遐66岁呢，比咱台湾人就是较乌巴散，坐6点钟以上，6点钟啊8点钟的车。坐6点钟、8点钟来，咱来国产是有感觉忝甲，都爱先休困。伊毋是呢，讲咱得来爱紧来听班呢。全险，互我讲敢若上天爱来咱这点心呢。你若咱6点钟、8点钟，莫讲嘛，伤遥远啊，伤辛苦啊。但是因对所以互我讲或许是去学习的。因迄种精神真值得咱去学习的，当然，互我是安尼讲的，重点是讲善护念，咱求到迄个10条带，诚心报守，诚心庖修安怎？这个念毋通叫走精去，毋通叫走去咱的本心去，咱本心安怎？走去爱像咱咧木匠，迄个遗教经讲，爱像咱迄牛，我袂食草咧，你着爱甲它扭转来，心走出去，着爱甲它扭转来，无要安怎，要安怎用，要安怎动，要安怎去克制，迄克制吼，克制，会当克金，会当克金金是电酷酷的。
金是定酷酷的，毋是遐简单，金要用羊爱安那，火甲烧，火强火直直烧，烧了火强，搁共久，哦，啊要比如火咱吸金，就是咱的脾气毛病，啊火就是智慧火，智慧哪火，火若倒咱要看，有时啊一寡查某来啥甲蛋的拢挂掉，有无？所以咧火烧啥物连铁啊拢会用呢？啊，咱的脾气毛病，只要智慧啦，真正决心若下落，真正有法度的。哦，我搁剩5分钟，时间就过足紧嘞。立即斩除一切执着的束缚。哦，这要真正清净呢，这爱真正爱立长志呢，毋是来坐2点钟，毋是来坐一补，毋是讲一张课，毋是报时。迄个1万、10万，安尼束缚就无安尼。互我真正有感受，讲要甲斩除这执着、这束缚、这念的无。咱有看过教堂无？若有做事就知影。迄教堂咧草仔吼，互我咧前1礼拜前就捌用过啦吼，要掠刀啊，要挂迄草仔就对啦。迄草仔安怎生做呢？后来伊才生起来。而且高着土，遮搁挖金，搁再生，遮搁挖金，所以你斩遮，而且搁再斩遮，而且嘛搁再挖，啊气念到倒位，伊就搁生金，有安尼无？有哦。咱看伫外口吼，照不动着，看伫外口就爱紧在咱自身嘞。咱遮即个门关起来嘛，搁会别下呢，所以人家咧讲。为着无爱互大囝无，怎哩绑起来？伊嘛是搁有搅紧，搁有搅困的。就是讲，迄个心无要斩除，真正爱安那？爱真正入迄个志，就是立长志，